Hello， 欢迎收看《Go Go 共学吧》，我是敏华。大家有没有觉得，头脑膜如果很乱的话，就想要找发型设计师呢？我刚刚说到的头脑膜就是头发了。发型设计师怎么那么厉害呢？无论是你想要日本艺人或是韩国艺人的发型，他们通通都能办到哦。就带您去看看他们怎么充实自己喽。如果遇到头脑膜太重、爱去剪短，或者是想要变发型，当然是找跟自己最合拍的发型扎给死。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访问一下发型扎给死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，所以对美发师来说呢，剪刀剑斗就很重要了。今天呢，邀请阿 Sir 来跟大家呢一起来学这个单字：剪刀剑斗。剑斗，为什么你们可以这么厉害呢？不管是杂志也好，媒体也好，网络，在平时下班之后，甚至上班时间，我们都不断在做这样的一个学习。没错，就像阿 Sir 说的，能够成为资深发型师真的不简单。平常得要多翻翻杂志，多看电视，而下班之后也不得闲，依旧要拿起剑斗练习剪发的技术，才能够让自己的功夫再升级。最辛苦的是什么？当然是洗头，洗头发，常常让我们的手非常干燥，甚至有就会裂开。对，到后期学剪头发的时候，事实上我们很常剪到手，所以要经过很长的训练，才能够变成顶尖的美发师哦。是。想要柔顺长直发，还是想要俏丽的蓬松短发，不管你是想让头脑膜变成什么样子，他们只要动剑斗，就能够让你变懂讲给发型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今天我们又认识了不同种的行业，也学到新的词，复习一遍吧。来看到第一个词就是剪刀、剑斗、剑斗。第二个呢就是大家都有的头发。头脑膜，头脑膜。第三个来学到一整句话，来看到头发太长该剪短，头脑膜太长爱去剪短，头脑膜太长爱去剪短。我们又学到不同领域新的词嘞，大家有没有进步呢？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